然顧小姐來了，我們就開始吧。等一等，不要廢話，不就是想要這個嗎？給你就是。 老夫人，媒体那边我已经派人要求他们封口了。您放心，今天的事情不会有不利的消息放出来的。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他当儿戏，幸亏處理得及時，要不然啊，我們顧家明天就要成了全城的笑柄了，說不定公司的運營啊還要受到影響呢。這個您不用擔心。 今天到場的客人，我都逐一打過招呼，不會有事的。他人呢？少爺說今天新婚要跟朋友們慶祝慶祝，出去了。出去了。昨天晚上做了個夢，我走進撒哈拉沙漠，空無一人站在太陽下。這是66點6度，快要焚化我的眼珠。 大雨降下來，汗水被那雨水沖走，結束40天的折磨，頭一轉變成了綠洲。彩虹下有一棵大樹，大樹上有一個蘋果。 哎，哥，今天可是你新婚之夜啊！你玩这么嗨能行吗？有什么不合適的？我結婚就是為了我奶奶，我現在完成任務，所以今天晚上我們一定要撒開了玩，不醉不歸。等桂生回來敲門的話，我就告訴他我睡着了，聽不見。如果他敢來硬的話，我就打死他。